faucet. U.S. news site Politico reported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weighed in. 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这个龙德山。龙德山这个小说甲戏说，我感觉拢真精彩，嘛真做台湾人应该爱认捌的一个人物啦。做大河剧的小说算是安怎讲？电视台咧制作的时阵，伊嘛爱开真侪心思啊，所以有即个戏出通个欣赏，我感觉是不哩啊好的代志。啊，读小说当然是另外一种气味。我们讲会使嚟讲，所以即个烂饭的时间，咱就来讲读。我看卖个什么物件会使来。即个戏出当然，迄个啥，闽西甲伊拍做戏剧的时阵是不哩啊精彩。啊，当然因为要呈现创新，所以创新医师的部分会较侪、较焦灼。啊，其他可能当初因咧编剧的时阵，就去念，迄个念就是讲，若含创新的故事较无直接牵连的，伊可能直接就甲摘掉啊，就无伫戏剧内底呈现啦。我猜想是安尼。啊，当然我也毋是编剧，我也毋知影，所以咱就来甲读落去。这个啥？青拉后是酷酷少，可能爱关麦克啊。这个啥？ Giant pandas have been hugely popular in Japan ever since they arrived in 1972 to mark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Tokyo and Beijing.好，咱就来读。这个小说是读到算第二部，啊，然后第9章，第9章这个片名或者青番的女儿，咱咧讲啥，我毋知影。咱来甲读落去就知影。读到第8章，海丰园伫苦马的码头靠岸，雅神的迄位黄姓的职辈早就徛伫咧码头听候啊。当旅客赶行李，一个一个按船顶上岸了，伊就徛伫咧迄个楚楚的坡梯口，看到每一位女子就大声喊讲：“困啊是，困啊是！”遐旅客一个一个就甲认迄个人吼，迄个黄姓的职辈，按伊的身躯边甲行过。雅神家己还阁伫咧船顶的楼梯口，就已经听到伊咧喊伊的名，就向伊握手。伊也总算讲有看到，将其尾，伊也总算讲有看到，所以就无阁对其他的女人喊，一直等到雅神就来到码头，才伸手去指伊的行李。接嘛，伊这指甲接，当然只要讲接，应该嘛是会使啦，只是毋知咧，我若学台语了，当然即个指甲接即个字词，因为迄算文白音嘛，啊人咧讲指接即个字词，可能安怎讲，会使有无共的讲法，啊当然甲行李接过手嘛，吼，我毋知。啊，等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指就是接啊。对啊，指就是接无毋对。啊，即马就是讲，伊即马就是人去甲伊接待嘛，伊就是事先因阿母啊，就吩咐讲啊有一个面线亲哈，面线亲会使小照顾一下。啊，伊即马就是大骹细骹行李嘛，啊大骹细骹行李了，伊到位。啊，等于即个，
过来安尼啊。对，所以讲，伊中文当然是敢若啥你看他写，伸手去接他的行李嘛，对不？这里伫中文华语无第二个读音嘛，就接行李啊，接过手啊，接过来啊。那么对台语来讲，就是有字甲接的音嘛。啊，目前教育部的这个解说，可能字的音会较活，因为那接这个音，伊讲是文音。然后伊的意思是迎接、接待、连接、结合、接到、收到、替代、继续，这是接的音。那字咧，字教部是讲接洽周旋、迎接、承受重量，用手拿住对方递过来的东西，所以应该就是爱记着嘛，就记，把伊的行李寄过来安尼，继续头就记，对啊 ，OK 好。你若随时有听到，嘿，教务书花大花。哦，三花做两花嘛。花大花就是讲，你行较大步啊，对。我细汉啊，常讲，阿嬷会讲，对啊。囡仔人骹步较细嘛。对啊。大人较大，我第一行就讲较大花的啦，安尼。系啊，就讲，三花做两花，就是讲三步做两步走，就是讲本正。花大花吼。系啊。就是讲，表示讲叫你较紧。对。爱甚至就是本正用行的嘛，行袂赴是行伤捌就用走的啊，所以就是用一个算延伸的意思嘛。本正是行3步的距离，你即马剩2步，变怎剩2步就用走的啊。无你行，根本就。无甲走，你敢知吼？伊就是只是你家己吹啊，对。系啊，当然这实际上无一定是走，因为可比讲我伫读迄个纳顺水的开学记内底嘛，不哩啊接看到迄种三花做两花行，还是三花做两花走，不管反正要表现就是讲紧美，还是快速，还是甲速度夹起来，莫阁淡仔豆痛啦，莫阁淡仔涩啊啦，较紧的啦，就安尼。对，所以这嘛是。嘛算是台语一个多样性、多元性。语言啦。是啊。三角印嘛，三角印三剑遐，甲阮的话拢足接近啊，所以迄本书你读足很有画面。系啊。就画面的吼，所以这本凤康吼，拄好我讲一个凤康就是要怎讲？就是过桥啦，是铁桥路上迄有诶无诶啊，就是有一个空迄个啊，系啊。要是较人工挖出来，会要经过安尼。对。算讲有相通诶，叫做崩空啦。若敢若高一个向就是暗空啊，暗空就敢若一个出入口尔啊，这是暗空啊。崩空相通对。崩空是相通诶啊，就是讲会使对即边探过迄边，迄边探过来即边嘛。你啊。有迄个暗空讲啊，足大讲。对，暗空讲迄是内底底啊。灰啊，毋是灰啊，迄个做土烧出来。灰啊药迄啊，系啊，灰啊药迄嘛是啊。迄个灌溉水路拢会有迄暗空。对。水空安尼。系啊。中文是讲做涵管啊你啊，所以讲暗空啊。迄个做涵管。对啊，伊就是。讲暗空，我个会晓讲诶。因为中文就是迄暗空涵管就是。排水用的，也是安怎讲？对，水路要行，而且是人工的设施的啊，不管是雾水的，还是呛水的，拢是爱大港的、大孔的，迄可能直径看是若准讲是雾水的，大概是四角形的啦。若是呛水要用的，可比讲水库遐，迄大概就是圆形的啦。圆形。咱迄水沟嘛有啊。对。水田边拢有迄水圳啊，对。就囡仔去耍水。系啊。就比暗空诶。是啊，对，淡仔耍啊，耍啊真欢喜安尼。
对，注意，好来，我来继续读啦吼。啊，你若随时有听到啥物要分享交流的，免客气啦，麦克开去，就大家分享交流。好，伊就记忆的行李，啊，若江东人伊行伫咧雅信后壁，当伊佫看到雅信的时阵，因为看到伊有亲情伫边仔，也无方便加讲话，就敢若伊点一下头，就离开码头去找商科大学的路去啊。因为伫遐迄个江东人伫咧考马迄搭遐，就要读考马商科大学嘛。啊，即个雅信是因为考马才有一个面线亲伫遐，算讲家小接待一个，所以亲情就记忆去安尼吼。即个即辈黄叔伯要讲因兜，所以即个面线亲到时是一甲八，毋知影直接中文就叫黄叔伯，所以对台语会啥讲？是因为较远亲吼，部分较清楚，就是亲情安尼就是啊。对啊。即辈人，常人嘛，你讲哎，就即辈兄弟，即辈啥物啊安尼，即辈姊妹啊，拢有啦，那即辈是较算较亲的啊，啊伊即个是因为算讲伊讲远亲嘛，啊所以远亲咱台语是讲面线亲嘛，所以即个面线亲就讲，只是讲伊即个算长辈。因为台湾人的亲情有两种嘛，一种是即辈嘛，对啊一种是母仪旧金，系啊，母仪旧金遐，迄就是。即辈的伊是表示讲是即边的，是啊。即辈的兄弟还是啥物啊？堂姐堂兄。对。即辈啥物安尼。所以无分解较细讲，这是阿姐还是阿伯，足亲呢。才会讲啊。阿姐阿伯，远亲就较部分较清楚。啊，所以伊即摆就是伊的中文伊汉字是写叔伯啦，啊，所以明明头前是讲远亲嘛，啊，即摆就讲变成讲咱会知讲，啊，迄就对来讲就是面线亲啊，毋是界亲，抑毋过论辈分，就是等于是伊的时代迄辈的嘛，可能就是因母啊去，毋知影哪去找着的，找着可能因生爸，还是因尾后一个啥物人啊，会使牵着关系。伫日本即搭遮啊，就反正要去甲伊作做就对啊。啊，怎伊开始要介绍因即个，即我是咧讲，到底要讲即个是做时大人，还是长辈？因为时大人甲长辈的争差，可能是有亲无亲，还是迄个亲的距离到底远啊近？因为反正这是面线亲嘛，啊伊嘛是长辈嘛。反正就是。关系就对啊，对，无分甲遐清安。对，啊，所以 OK， 哈，你就故事继续讲啦吼。即位姓黄的时代，因厝离码头无介远，行几步路就到。伊的徛嘅是日本宿舍，一个入去厝里就爱躺下上榻榻米，房间拢用纸门隔开。黄雅信虽感觉到一种真怪异的感觉，十分怪异哦。你这个怪异。当然，因为在过去，雅信伫咧台湾遮生活，拢是属于清帝国的生活方式嘛。啊，去到日本，迄规个风土、规个民情拢无相款啦。所以对伊来讲，迄种感觉，当然用中文来讲是十分怪异。但若怪异，我看 Amber 安怎讲 ？Amber 敢若是讲怪异。偏音的怪异 ，strange， Mary 怪异，怪小就较粗，当然，雅信袂讲即种话语啦吼。卜吉，五人，卜吉五人。这种形容人呢？系啊，即讲拢咧讲人啊，对啊。即种你形容人。系啊，粗鲁都毋是啊，对啊。怪，真无共款啊，对啊。系啊。所以可能怪异就是算华台共同词啊，华台共同词可能就是勉强直接用起来，啊，用起来了后，当然若准讲。会使有更较满意的讲法，可能就学嘛。啊，若无就是
一时之间暂时安尼用。张龙教授有修即个词，看下呀。因张龙教授伊就出两本字词典嘛，一本就是用中文去查讲台文安怎讲，啊一本是查讲，查出来台文了，啊即个台文的华语意思、中文意思是啥？啊，所以就讲嘛，即摆拢是属于双语字词典啊，无甲一本是用台语伫咧解说台语的，目前了是无啊。啊，这嘛是咱爱继续努力拍拼的所在吧。各样各样 OK 哦。会使。吼，伊各样除了，各样袂，伊各样就是一个是人的外表形体上的侦查，随看会出来，什物耳仔减一蕊啦，还是鼻仔歪去弄着啦，嘿，对，啊是讲开看破抢的，这反正你只随看会出来，含一般正常的人，90%的人无共款，拢有做各样。啊，当然，我就讲嘛，咱就知影各样就好啊，无需要搁去挑工讲伊是啥物开骹破手，还是拢免，因为你知影要创啥，你想要创啥，伊就是各样啊，你管他是啥物各样，伊就是各样啊。除非你真正讲啊，伊骹无方便，你要做伊的骹；伊手无方便，你帮伊摕物件，还是讲伊目睭一蕊无去的，迄个各样，你想要帮伊看卖啊，还是目睭完全无得看啊？啊，你甲伊斗相共，咱才来理解看伊欠啥，咱甲伊帮啥。啊，若无，我就是各样，你管他都是种各样。啊，这是一个外表形体上的嘛，过来就是即摆硬是即个感觉，就讲因为日本厝、日本的迄个规个真正完全都无共款的，所以就随风硬是产生一种真各样的感觉，对无？应该就是安尼嘛。所以张龙教授就写迄个中文的怪异，伊是来讲各样，或者是伊嘛讲扑克，扑克，所以扑克伊是用扑克，拄只顶关节迄个什物词，伊是用扑克，所以我就咧想，我就咧猜想讲，即种扑克甲扑克翻译，毋是咱咧理解迄个台语文，有可能毋知啥物语来，因为扑克甲扑克是有送气甲无送气的真差。Marino 是修扑克，也是五人，吼啊，张龙教授是修扑克，就是有送气。啊 ，Marino 是修无送气的扑克，所以会有遮尔大的真差，因为一般咱理解的汉字也是汉语迄个，敢若较罕的有送气无送气，拢是共款的意思。莫讲高字，莫讲两个词的，莫讲两字词，甚至你要找到有一字讲有送气无送气，紧的意思共的，就无一定有遐尼济啊。所以我到当我个人咧怀疑，即个词翻译毋是汉语，毋是汉字，啊，可能原底嘛毋是台语，只是台语人听到了，就甲收入来，啊，可能单头单尾不了济。可要讲有可能原住民族的用语嘛，只是毋知倒一种尔。啊，所以有个人听到伊的耳孔听到是属于有送气的音，有个人耳孔听到是无送气的音，所以这 Marino 是收扑克无送气，啊，张龙教授是收扑克有送气。啊，不管反正真会使找到，应该是各样即个词较接近雅信即个时间、即个时阵的伊个感受啦。伊讲一入门就爱烫个。啊，打榻榻米，房间拢用纸门隔开，互雅信随产生一种真各样的感觉。叫伊阿一克，伊一直写黄叔伯，我就莫讲台语形容想无，连咧中文嘛感觉，甲因老爸比，若较少年就阿叔啊，若甲因老爸比是较济就叫阿伯啊，一直用黄叔伯即两字。我甚至咧猜想，可能无清楚即个人到底是甲伊的老爸比是较济岁啊，较少岁看袂出。嘿，老母无甲交代较足清楚，会快。毋知吼啊，而且我咧用，所以会使用台语就是遮尔好用，会使用积白啊去显示即种的。毋过咱一般积白可能诚做一个形容词咧用吧。
就讲即个级别就表示讲是含老爸共缘的，对无？不管顶下会拢算共缘的嘛，所以我会感觉即个级别可能是属于形容词，对无？含老爸当然。有可能含阿公共缘的，含阿公共缘的，敢会用即辈？即辈，对。因为你若含阿公共缘的，可能会讲，即甲辈是含老爸共缘呐。啊，你若要讲含阿公共缘，应该就是。所以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你参考看觅，伊的即辈只是要形容讲是。爸爸这边、阿公、阿爸落这边，这个系统会真正哦，安尼个尔。是。若是高于古今，就是妈妈这边的这个系统安尼，伊只是干那安尼分别安尼。要分爸爸这边也是妈妈这边的就对啊。大概是安尼。有可能。那阮是安尼分的啦，就讲啊，迄个恁那这辈真正，是。这辈公啊，这辈啥物安尼。对。啊，伊主要伊即搭遮伊中文就是有一个黄姓，即个黄伊家己定出来，吼，毋是别个姓哦，就是黄，毋是陈，嘛毋是吴，嘛毋是李，嘛毋是张，无伊就是用黄。啊，当然伫小说内底，你要用啥物姓拢嘛会使嘛。啊，毋过就讲伊既然也甲即个姓定出来，我咧想应该有一个意义伫咧，对嘛有可能。啊，反正故事来到遮就是。雅是有一种真各样的感觉，吼！啊，这位是大人就先互雅是小休困一下，叫伊先去摄影区。暗时带去日本料理店食一顿日本料理，才搁带转来厝里。暗头伫咧一番叙谈台湾的家常，反正食饱，伊敢若是下晡过豆啥落船嘛，所以伫船顶食饱豆啊。因即位亲情就带伊去到因厝跍嘛，吊困一下，然后暗顿食日本料理嘛，吼。啊，所以暗头伫咧烧叫喙，也是三少问，也是讲长讲短嘛袂使，讲长讲短有淡薄负面，反正小较开讲一下嘛。对，伊可能即位面线亲可能诚久也无转台湾，毋知影台湾的状况，啊，就是少听你讲下你呾对台湾过来。啊，台湾遐个代志嘛，对无？一寡日常对话啥，佮帮翻译就讲哦，因阿母也甲伊交代安怎，啊，就甲伊讲啥，啊，就讲一寡台湾的代志，啊，伊可能即位日本的亲戚甲伊问啊，台湾现主是啥，吼，就讲完了，即位时代就转话题，就直就问雅信，中文是讲开门见山啦，啊，开门见山，当然伫台语内底有足侪种讲法的，我伫迄个啥。那顺水的开个字内底，真正有看呢？什么直人讲直话啦，吼，也是直拄直啦，也是什么直接摊白讲啦，所以直拄头嘛有讲直拄头讲什么？好，对，直拄头即个嘛是有，就讲，所以即种嘿，啊，所以对，我就讲。当我白先生当中时咧写的时阵，真拍拼，找到开门见山啊 ，Marino 是直接改读开门见山，我就讲这种放空主辈吼。我唔敢讲伊唔对，啊，毋过我就讲啊，你直接讲开门见山，这若纯粹干来听台语的人，伊敢听有？啊，当然，伊 Marino 是。台英字词对嘛，就是讲，台语是安尼吼，开门见山啊，英语是啥 ？Talk or right to the point， 直接就是直接讲的，较口语上就直拄直摊白来讲的嘛。透直讲的。嘿啊，透直讲的啊，直接就，伊拄则等于是因进前就是有讲一捆啊，迄个家乡的话、故乡的话啊嘛，也是台湾遐个代志啊嘛，吼，啊，即摆就是。直接透直讲啊，吼，直接就问啊，啊，你会晓讲日本话也袂？一点啊，伫淡水女学有一位日本先生教阮日文，但是教也无济，听是会晓听，但是讲无啥会出来，吼，硬是安尼讲。无要紧，我当初来日本嘛是安尼生，你甲日本人做阵久啊，吼，自然就会晓讲啦。
即个黄阿伯就讲咧嘛，哪咧甲安慰，吼，家己就笑起来。过一困仔了，伊就自动煞落去讲。但是有一点真重要，因日本人吼真够礼数，有一寡日常常在咧讲的话，你加减就爱学一点嘛，才袂去互人看衰小。那你讲啥？才不会去给人看衰坏。我就讲，因为当被先生伫啥时阵，伫伊即个小说上头看前，衰歹，伊看衰歹哦。即句有你讲。有你讲哟，我看卖啊，看衰歹。因为当被先生伫咧处理的时阵，伊就是迄个对话拢就伊的理解去改写做台文，只是伊咧处理的时阵会变成讲，安怎讲？用伊家己的想法去写迄个台语文，毋过即个小说是1989完成，毋过去互迄个出版社出的时阵，敢是一直到1992才真正出版。迄个时阵，作者准讲伊想要写台文的时阵，其实无统一的台文，无一致的台文通好写，就变成每一个作者伊家己去编就对啊啦。所以伫咧我随查迄个找台语内底，台湾线顶字典有一个看衰歹，因为我感觉迄个歹字我无好跑，直接看。对，我直接敢若用看衰，看衰甲看衰歹意思佫无共款，即个台湾线顶字典伊讲诶，对，就讲被看扁安尼啦，较无看扁，瞧不起，看不起。阮母也咧讲，你也较扁，看衰歹安尼，所以即个台湾线顶字典，因为我敢若拍看衰2字嘛，伊就定出来有总共有4个，4个其实嘛算3个啦，看衰就我直接拍嘛，然后看衰歹了，又甲看衰小嘛藏入来，看衰小就等于是看不起甲看扁。伊迄字后壁迄字其实就是一个算加强语气用的啦，伊无直接迄个意思啊，到底内底嘛有收5个后壁带迄字的词，后壁带迄字的词有5个，其实无迄字意思嘛成立啊，所以迄字其实是一个算加强语气的语词，伊毋是真正迄个物件。那真正迄个物件就学理上来讲，伊就是 spoon 嘛，就是要负责人有新的迄个物件嘛。毋过台语人伫讲迄个字的时阵，其实拢毋是真正迄字的表面的意思，拢是延伸的意思，甚至拢是虚的。对无？看啥就加强语气就吹落去嘛，对无？足热咧，加强语气就足热笑，对无？甚至迄个，嘿啊，迄个热笑囡仔，对，迄个热笑囡仔，迄就是一个加强的语气尔，根本无迄个真正意思啊。甚至即马台语人有一寡我就讲嘛，当然，可比讲自认较文雅，也是较无想要讲遐尼粗的话，当然就甲迄字避免嘛。也毋过有当阵一寡人，伊有着要加强语气时，迄句就冲出来啊嘛，甚至迄个啥有一个正够甲英语歌、日语歌编做台语的，一个博胜的迄个，几多年可能嘛10几年啊，伊伫咧唱冰雪奇缘迄个 Lisa， 什么 Elsa， 冰雪奇缘迄个 Let it be 啊，是 Let it go。你有听吼？伊就讲后壁顶有一句歌词，就是咧看啥货啊？伊迄 S 的音，迄个 S 的音已经走出来，就硬甲转个看啥货安尼。伫歌词内底就是硬转得着所以伫教典内底嘛有收 S 的即个音，毋过就是我咧讲嘛，伊无迄个直接的意思安尼所以目前较主要就是看衰歹，就是瞧不起，甚至当然瞧不起较看扁，可能在中文的语境嘛有真差啦。怀伫即搭遮伫迄个啥
蔡雅信即马即个即辈大人咧甲伊讲的时阵，就是有迄个叫做啥，算体册吧，可能是安尼讲。就爱注意日语的迄个语言。对，讲则袂去互人看衰歹。就拄仔你讲迄个学恁叫啊。对。学恁叫吼，嘿，就是专门咧讲因日本的迄个人形。哦，是日本的，毋是，因为对日。对。哎，本来是叫做恁叫嘛。对。啊，伊等阵来看到日本迄穿和服的，是。两个红啊，对。啊，佮用迄轻起来呢，学恁叫。嘿，对，应该是3月是女儿节哦，敢3月3嘛，啊3月3因就是所以因会加一日乌嘛。对，算尊称啊呢。学卡萨。对，嘿啊，就学恁叫。可能是要交代伊即寡语言的重要性的款。是，啊，所以即马就讲即辈时代就讲，你加减着学一点啊，则袂去互人看衰歹。想讲是内山窜出来，吼，因为有当阵较受影，伫咧对话当中，你若就甲对来讲迄 S 开头的字啊，你若有当阵达不时就甲即字冲出来，人讲哦，无你这是倒位来钱啊涨啊那样呢？哦，尤其即摆雅信是按台湾去到日本嘛，啊，所以即位时代就介小讲几句啊，互伊算讲啥参考一下嘛，讲吼，莫去互人看衰歹，想讲这是内山窜出来，而且呀，伊伫挂符内底是要用台语来表示，抑毋过伊写汉字是，即个汉字若准讲用中语读出来是安尼啦，想讲是由内山闯出来的，啊，所以对台语来讲，因为当我被先生咧处理的时阵，伊确实想要用台语来表达即种对话，因为目前为止，你看到这台湾前辈所写的作品啊，不了侪人按1980年代、90年代开始，拢是受中语中文的教育，啊，写作的时阵，确实嘛，古不离种爱用中文去写作，但是有这前辈因真努力、真拍拼，就是讲，安尼对话我就是要用台语文，甚至有客家的作者，伊可能就是对话，伊就用客语来表示，只是要用台语、要用客语来表示的时阵，伊的找无字，或者是伊敢若就伊有才调找着字，写出来就是安尼生。抑毋过咱后壁人咧读的时阵啊，迄变成讲，安尼到底是要安怎读啊？因为可比讲诶，中文讲闯红灯的闯，吼，啊毋过即个闯字啊，伫台语原来嘛有音。我会记讲是串是创CHHOANG 这是白话字，到后部是 TSHUANG， 所以是创出来CHH，台字新词书是变成有偏音的，啊，甘为人甘字顶是 NG 的尾。台字大字顶即字吹啊，创，伊即个我一直读无啥会准。就是闯红灯迄个闯吼，台语原来嘛有咧用，对无？什么天堂有门你毋去，地狱无门你闯入来，就讲你硬要冲就对啊啦。所以迄个闯字其实台语嘛有咧用，只是咱在日常生活当中无用遐尼嚼啦，无用遐尼接啦。你看，无你胸怀要过行列，还是粗鲁怀霸，或者是过若顶分切做4地6地，其中1地做一串一周。无伊，就讲一周，迄敢若是属于水果型的，较会讲一周，较讲西瓜啦，嘿，球形的，你切做，圆的会讲一周，对，才会一周。啊，你若果是扁的嘛，扁面的嘛，啊，你切的时阵，即个部分可能袂讲周啦，伊毋过伊只讲一下，伊即字
TSHUAN 片音第3条，这里啊，你要读一串，这我袂晓读。一串嘛，串嘛，所以串变串一串。伊讲甜粿开做4串，伊讲甜粿开做4串，就是可能就是一模啊是安怎？不管细角还是圆的，啊你对切个对切嘛，对，对切个对切就做4串嘛。啊你若可要讲有一个笑话是讲，请问你这个披萨要切做几块？伊当然是用华语讲嘛，你切做几块？伊讲哦，切做4块就好啊，切8块我食袂完。靠，披萨毋是平啊共一块，切做4块，切做8块，量毋是共款。当然甜粿切做4串，所以即若改做台语版的就讲，你即个甜粿是要切做4串，是要切做8串？切4串就好啊，切8。即个甜粿量词就是咱拢人绳切嘛，吼。是。甲一绳吼，对。切做4块，其中1块，伊就讲1角。1角吼。你摕迄角甜粿摕。迄角摕啦，对。迄角搁甲切落去吼，就变一串一串。是迄角搁切。是迄角搁切，就是串呢哦。伊即马即个台华1932年的台华日典吼，怎啊？台华大日典，台日典，即马敢拢是讲号做台日典。伊就讲即个串字是无你强怀要过，吼，或者是一个人真粗鲁、真怀霸呢，吼，就讲迄个人真串。毋过是第3条啊，所以安尼我真正想到。伫高雄台南遐有人会讲，你这个人真惨哦，敢会是这个？嘿，敢会对遮来的，就是演变，因为上面就是台语这个音，就拢已经我讲啥，会迄个北边化去啊，就迄个话音悬的无够悬，低无够低，拢对中迄个音去啊，就讲说中教台中文老师咧讲，就讲拢扁平化了啦。拢扁平化，就讲第8条即悬的，嘛有可能紧就到地就怎背？对，是所以即马即个例就是讲，迄个人真串，吼，就足粗鲁安尼，然后甜粿切做4串安尼，所以这是台日典顶悬即个串即字啦，所以小说家就讲，你着。你加减着学一点啊，才袂去互人看衰歹。想讲是按内山窜出来，应该是即个意思，窜出来，对无？因为我想到迄句就是讲，天堂尤其报题内底足做诶，就是天堂有路你毋去，吼，地甲无门你窜入来，就讲中语敢是讲。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闯，对不？伊讲用硬闯嘛，用硬是要闯入安尼嘛。所以这字闯入来，我看嘛，伊的台语典顶悬，1932年这本台语典，伊有迄个是啥？扫描的文本啦。所以这嘛真正就是苏东时真个前辈去努力拍拼出来，无我最近有看到，敢若有人想甲日本时代倒一本字书典甲伊印做纸本的，因为其实我个人嘛是较兴趣纸本的，也无当真伫电脑看吼，真正看甲一直咧流目油。看咱一直咧流目油安尼嘛，感觉无讲介理想安尼。毋过有当阵就是无鱼虾嘛好啊，有通显就袂歹安尼吼。所以这段是我是去看，我看伊写汉字是看衰坏啦，所以看衰坏就是可能对阿丹讲就讲，就是看衰歹嘛，就是讲
无看紧去用轻视还是歧视嘛吼，所以即个算是老大人家己长辈家己考劝嘛吼，啊然后雅信就困住讲，吴先生，你敢会使甲我教一下？会使啊，哪会袂使哩？第一，早起时爬起来遇着人，就甲人讲一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吼，这是咱台湾话较早的意思。伊遮即个咱台湾人的咱字啊，进前伫即马第9种进前迄个小说吼，甚至顶半部迄个咱，伊拢是用徛人平的咱，就是南方的南加一个徛人平当做咱。抑毋过伫即搭遮，毋知是因为因迄个印刷的所在减去还是安那，迄个徛人平煞无去，啊，剩南方的人佫偏一边，就是讲。可能苏东时咧印的时阵，迄字脱去也是安那，所以是约出来讲，这是咱台湾话较早意思。雅是就继续问讲，第二咧，第二去人厝食饱了后，就讲一声，高级所三嘛，吼，高级所三嘛，这是咱台湾话真吹草，看无真吹草就是啊，高级所三嘛，就是我印象中是讲啊，感谢招待，即顿互我食甲真青草，食甲真饱是安那，对，就讲食饭饱就是，伫看日本戏出嘛是会有种高级所三嘛。啊，当然，我会记较早伫学日语的时阵，即个高级所三嘛吼，因在1945年进入日本啊嘛是拢真注重汉字，或者是。看汉字较重，认定讲汉字较是宝还是安怎？啊嘛，足侪人拢足兴写汉字的，所以即个高知所三嘛，那写做汉字是叫做啥？御敌遭殃，御驰走样，就是迄个驰是啥？快速的迄个飞驰，飞奔迄个驰嘛，就是水池的池。甲水字旁改做马字旁，吼，就敢若马咧走，所以足紧的嘛，吼。啊，牛当然就是，可要讲什么牛手，还是玉帝牛手迄个牛嘛，玉，要安怎讲？皇帝还是上悬的迄个地位的人，伊该是用迄个牛嘛。可要讲，伫咧泰山还是五股有一条路，因为行，啊本城在地人讲有做牛西路嘛，啊因遐个，我毋知即个地号名是日本人改还是中国国民党来才改，伊就感觉牛西路足歹听，哪会阁是屎？你讲牛就准拄煞，伊拄仔甲牛西路改做牛西路、御史路。迄个御史，我会记得，敢若是因帝国时代，我讲清帝国还是明帝国，迄个做监察人员，还是监察官迄个意思，对吧？御史大夫嘛，所以迄个御史的御就是即个，所以高知所三嘛，迄个三嘛就是因写做汉字是阳台的阳，只是因的汉字的写法，甲咱台湾的写法无啥相款。啊，毋过你看迄个形，你就知影讲，迄就是怎样的样啦，只是因的笔画较少安尼，所以高知所迄个所就是走路的走，伫日语内底读做所，所以高知所三嘛，就是食饭饱了会讲的啊，所以这就是即个是当咧甲教讲第二，去人厝食饱了后，就讲一句高知所三嘛，这是咱台湾话，我看无伊写即个。真吹草是啥物意思？真是真真假假的真，啊吹就是吹饭的吹，啊炒就是炒米粉炒，我就真吹草，我看无毋知伊是啥物意思，这我真正又袂出来。哦，反正就是咧讲，啊是这是因啥物所在特殊的讲法，因若是伊是敢若不了细汉就搬去艋舺。啊，因老爸是新竹遐的人，啊，这位面线亲，伊原底毋知是倒位的，因为可能是一地方的讲法。反正不管
即摆即个时大人甲伊教讲，食饭饱就爱讲一句国际说三嘛，吼，是咱台湾话啥物意思？啊，第三咧，第三你若住伫人诶厝，要出去行到门口诶时阵，就讲一声，伊得买你马斯哦，伊得买你马斯，就要来去啊款吧，吼，对无？伊得买你马斯，伊伫小说，伫龙德山诶小说内底啊，伊甲即个日语伊用罗马字写，所以我勉强会使照即个罗马字来读。啊，当然声调腔在是读袂准啊。我一个外国人，日语无学甲安尼读，所以无一定学会准。吼，你讲就讲一声，一定买你马斯，这是咱台湾话我要去咯的意思。第四咧，第四你若为外口转来，入门就讲一声，他答应吗？吼，而且我所理解，当然日语嘛毋是纯然的声调语言。你讲他答应嘛，吼，就是伊讲啦，入门就讲一声他答应嘛，这是咱台湾话我转来咯的意思。第五咧，无第五啊啦，5即4句就会使啊啦。剩咧免我教你家己才慢慢啊去学。吼，因为连续坐4天的船，雅信实在是忝甲袂动志，就伫咧阿伯因兜的厝里连续困2天，到第3天才有精神。就阿伯借一张新好的地图，摕咧去附近的市街溜溜的绕绕，因为伊即个汉字改写溜达，当然溜达即个词，可要讲诶，马祖话遐因像讲绕绕咧啦，要溜达溜溜啊，是绕绕，我袂记得。啊，所以对咱，嘿，咱会讲绕绕咧嘛，就等于是，就是无目的性诶行嘛，啊那散步嘛，你讲佚佗嘛，毋是佚佗，其实就敢若我咧猜想，就是若是伊要伫因即个亲情诶厝，行做中心点，啊4箍恁转4就小认捌一下嘛，莫讲零日真正要去到啥物所在，要转来煞无才调转来。有当初有一个朋友，伊讲伊头一届嘛是去日本找因亲情，带咧因亲情，嘛是真正面线亲诶啦，可能啥物，迄甚至咪亲情，讲啥物因老爸诶啥物换贴诶，还是麦子诶，是啥啊，带伫啥物所在？啊，就想讲哦，日本真好势，真方便嘛吼，啊，就出去，一出去了，哇，靠北，转来找无路通，转来伊，逐个所在看起来拢共款啊，共款，煞找无免哪转去，真正是。伊讲伊出门诶时阵是啥？伊讲出门诶时阵，讲吼，对因诶亲情厝出来无偌远，有一个工程，吼，伫乌路也是3，伊就练迄个乌诶迄个工事，你知无？讲踩一个三角笋，啊，地砖路面有乌一个啥物物件，囥伫边啊，吼，伊就练即个啦。啊，等到暗头啊，伊下早就出门啊嘛。啊，到过昼可能要暗来几点，4、5点，还是几点？好佳在是日头未落山，吼，啊，毋过就是转来找无啦，找无迄个工程啊啦。讲啊，尔话才知影讲日本人做代志有够紧美，就是下早出去讲。才当咧学，啊，才3角笋才踩落去。伊想讲吼，照台湾的生活习惯，迄工程学落去吼，无3-5工袂煞伫，上尾嘛1-2工。结果哪会知下晡一顿，完全找无迄个学一堆，还是3角笋完全找无。伊讲，真正讲吼，无袂使用即种物件去记人讲，你要记的迄个位置安尼。啊，伊可能。当然，每一人认路的迄个能力无共款啦。有的人是足够认路的，有人是一出去吼，西3弯，伊就三无方向感嘛。讲即马到底是伫倒安尼？啊，即个物件其实以我的感觉嘛，是听我训练学习的啦。啊，这当然每一人学习的迄个啥，能力甲才调无相款。啊，所以雅信咧做即个动作，应该是讲地图摕咧落去附近的街仔路小绕咧。伊也知影即个城市是伊小学老师。大苗先生的故乡，当伊行伫咧街路里，拢瞄准讲会伫咧每一个路口会真偶然遇到大苗先生，所以就真注意每一个人的面貌啊，特别是遐挂目镜、牙拐啊的无光的人，目无光的人，因为当然，
中文是写盲人嘛吼，毋过尤其这5年10年吧，就开始较注重人权，或者是注重每一个人的迄个特殊性，或者是特别的迄个啥，而且佫会尽量无爱去用即种敢若有歧视性的话语，可比讲台语就是直接拖足面的，咱会感觉听了惯死无啥物迄啥物青面的啦、A 狗的啦、啥物稳固的啦、摆卡的啦、破相的，咱会感觉敢若讲了真顺真久啊，长久以来拢安尼讲的，无感觉啥。毋过是毋是咱应该会使有一个较现代性的讲法？吼，我嘛是学台语了后，才学到的就是讲，若准讲是英语讲 the blind B-L-I-N-D 嘛，吼 the blind 台语是讲啥？目无光的，相对来讲，咱就是目光的嘛，目睭有通看做目光的嘛，无通看就是目无光的嘛，听无的，当然中文即马敢若嘛有开始讲做啥物听人，甲啥物嘿？伊会讲听人甲啥物我袂记，就是 DEF 嘛 ，the deaf 就是耳孔无在了听有声音的人嘛 ，the deaf。这当然对英语来讲 ，the deaf 是耳孔听无的 ，the blind B-L-I-N-D 是目睭无通看的嘛。对中文来讲，敢若就是直接盲人甲盲人是目睭无看，耳孔无听咧。伫法律用聋子对聋子啊聋人吼那对听障人士那法律用语是讲按哑人士，伊写按哑伫刑法内底敢有按哑即两字，就是按就是病字口嘛，还是病字壳对无？破病迄个病字壳内底一个声音的音，敢是读做按手的是读做哑。按哑人士就是听障对，顶嘛就是讲听障对单对哑就是 A 狗吼所以按哑人士就是听无的甲喙无的发音的嘛，所以你看伊到病字卡就表示讲伊有这方面的各样嘛所以对台语人来讲，有一个听起来看起来会感觉真无礼貌的，就是直接讲迄个人厌恶，伊讲话讲袂清楚。就是讲，我印象中敢有一个讲厌恶，就讲迄个人厌恶。当然厌恶，这就是用音去吐唇吼，就讲迄个人厌恶。是因为伊迄个人中遐开嘛，吼讲话就怎无得清楚嘛，就怎用即个讲话无清楚发出来声拢变厌恶安尼，表示你讲的就是伊是属于。讲话无法度清楚，因为你人中遐一开，你足侪音拢发袂出来啊，无法度发啦。当然即马不止即马，敢若我印象中10年、20年以上啊嘛，就是讲迄个做啥，伊中文讲啥缝补吼，就甲迄个人中填起来嘛，你照着去发迄个音嘛，无你，咱就讲嘛，吐啊顿吼，对无？中文讲吐唇嘛，台语敢是讲吐啊喙啊，吐啊顿，我袂记啦。反正就是人中开嘛，人中开你无得发音嘛，因为迄个啥，语言有足侪也和顶顿有关系啊。你顶顿一开就无得发音嘛，迄音就发出来拢袂准啊。虽讲听的人伊有才调听，伊知影要听到啥物音，毋过伊发袂出来。你人中开就无得发啦，尤其迄个啥，顿音的时阵佫较歹发，根本无可能啊。所以。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阮的厝边会有人就是遐着开，人中开嘛，开，迄真正无法度。去听的时阵，可能较久以早，尤其顶世纪迄种听的技术也无遐好，甚至无像最近这1-20年迄种叫做啥医疗美术的，会使甲伊恢复甲你看无啥会出来。当然迄就是爱。迄是毋是爱做？敢是较大汉才会使去听，还是足细汉才去做？毋过做了到底，人一直咧大，迄是毋是当病掉诶？颠倒会影响到伊学语言，这我毋知影。总是就是即种
外形外观有各样的人，咱即马就是应该有较安怎讲分辨去称呼伊，吼啊，反正转来小说家伊就讲，伊讲伊就特别，伊讲伊迄个大苗老师就是敢若尾暗的啥物原因，转目睭开始无法度看，爱举拐啊，诚做伊的骹含伊的，诚做伊的手去摸迄个涂骹有啥物好，我毋知各位朋友知无？伊敢就是迄支拐啊，就是擦做红的甲白，一只红一只白，啊，伫较晏涂骹遐有一粒，敢若是树林球的款，还是安怎？伊就是第一头前回嘛。啊，回咧，就碰到物件，伊就知哦，有物件，伊来个闪，伊就爱闪嘛，看要闪倒面，闪正面，伊咧迄支管啊咧回的时阵就知影，啊，迄支管啊就是一只红，一只白，因讲哈红白掌，什么白手掌，我袂记啦，反正就是目无光的人的一个工具就对啊，啊，而且迄敢若是有科学上的迄个做啥验证啊，啥物货，就讲你去称嘛，是完全无看的，或者是。你的目睭敢若我都认捌，有光也无光，甚至可能敢若0.1的目睭看有的程度，就当做是，就是目无光的啊，就是无在咧看，伊根本无得分辨啊，甚至敢若看到哦，即摆是日时暗时有光无光，迄个光是啥物光安尼尔，所以变成讲对遮个人伊的生活造成相当的无利便啦，啊嘛是爱。训练爱学习讲要安怎伫社会上行大，因为你无可能因为安尼就安关咧厝诶啊，无可能诶嘛。啊，所以嘛是爱出，至少可能爱顾家己诶三顿吧。即个顾家己诶三顿有两种啊，一个就是讲三顿啥物看到你食嘛，还是家己爱去处理嘛。啊，过来就是讲你有材料度家己嘛，对无？顾家己诶三顿是即两种意思嘛。所以。区雅信就是伫路里，伊也知，所以就家照地图要去外口巡嘛，吼，慢慢啊通嘛，慢慢啊踅嘛，讲拢廖准讲的第一个，第一格条是伫路口遇到大苗先生，所以就真注意每样面貌啊，特别是遐个挂目镜、牙拐啊的目无光的人，但是踅过一条搁一条拐路，拢总拄袂到大苗先生，甚至连甲一个目无光的人也拄袂到。最后，伊就来到码头，迄只载伊来到新湖的海风帆早就无看影，现主是靠岸是别只船，码头也相款，码头顶的无用器材嘛共款，只是船含人拢变换过啊。有一阵搬运工人，当然即个搬运工人在过去是号做苦力啦，吼，啊苦力这个词，敢若是自荷兰时代就咧用啊 ，KOOLIE 吼，啥物货？所以伫公司单机台今年吧，我袂记几个日子啦，就是伊毋爱做第几摆的定班，迄个戏出的名叫做中文汉字叫做苦力啦，啊其实就是苦力啦，啊苦力当然我印象中是敢若荷兰人时代，伊就按西纳、按中国、按明帝国遐。城怪骗袂少，有路无厝的人，甚至嘛有按非洲载来的乌人做奴隶、做搬运工人。啊，所以遮，若准讲要讲，可能就是较台语开，当然是讲做苦力啦，吼。有一阵苦力头壳顶搭地面军，哪唱讲嘿哟，哪伫咧船顶下撞来撞去。伫咧讲船会，这又搁互雅信想起较早大苗先生捌对伊讲过话。大苗先生细汉的时阵，就定定走来码头，伫咧看各式各样的船只。伊感觉遮个工人伫咧讲话真趣味，但是伊现主时到底在哪里？伊敢抑搁伫咧苦马？伊敢抑搁在人间？雅信毋敢搁继续想落去，伊就离开码头，惊家己行毋知路，就雄雄讲即摆阿伯因厝里去。毋知讲吼，材料吼，这个会使读一集，第9集。雅信伫咧苦马阿伯因兜住3工，伫即3工内底，阿伯试过想要找一个要去东京的朋友，望即位朋友会当顺线带雅信去东京，但是找来找去拢总找无，阿伯实在是无法度啊。
只要敲长途电话去到东京，找到伫 YWCA 做事的卖姑娘，伊即个卖姑娘是伫淡水女学金姑娘的朋友啊，敢是麦克伦敢正定敢是麦当劳还是？敢是麦当劳袂记住啦，伊就是就敢若咱怎样讲啊 ，MC 吼 DANALD 麦当劳嘛吼，就是改翻译做麦当劳嘛吼，啊伊即下就是改啥小麦迄个麦啦。就是食物的嘛，就是五谷迄个麦，吼，卖姑娘。甲伊讲第二天是要坐火车去东京，请伊来东京车头甲接。卖姑娘答应啊，所以是就困一暝。第二天透早，阿伯就甲伊送上东京的火车。火车按苦马到东京足足爱15点钟。火车一个出苦马无到7点钟，大阪即个。因东讲菜到满世界，满天云雾，蒙雾啦，因为工业城嘛吼，无到7点钟，大阪即个满世界全因东讲，规个空气蒙雾的工业城，就远看会到啊。火车伫咧大阪停差不多半点钟，搁开2点钟，迄个古色古香、古色古香的京都就到位啊。古色古香，台语也是怎讲？古色古香，三里蛮那对啦，苦力哦，是对印度英语哦，印地遐来，因为就是荷兰人对欧洲出发，啊顺迄个非洲经过 Good Hope， 然后行印度洋，经过印度，伫印度敢若有停留一个所在，叫做果啊。GOA 即个所在，然后才搁顺东南亚迄搭遐过来。当然，来到东南亚迄搭遐了，伊就过2条路线，一个是行摩纳加，啊一个是敢若行迄个顺迄个赤道迄个路线，伊遐是无风嘛，所以无风就较袂有其他意外就对啊，所以有可能行即个路线有2条线。古色古香，古早花。张龙教授有修这个书，古色古香，因为可能就是古早味，还是啥物花，无确定。我甲迄个个啥 NHK News 当作背景声音安尼。古色古香。有古早味，抑毋过有古早。京都等于是正做日本的古都吧？就敢若台湾是讲台南遐嘛，安平嘛，吼，就讲迄个有古早味的京都就够啊。这是日本的古都。按火车顶会当看到边缘四界拢全古早庙是迄个五顶塔、五重塔。讲玲珑优美的5重塔，是按浓密的林荫探出头。伊迄个即个5顶塔，敢嘛读1顶2顶嘛，所以可能读文音。5顶塔，京都一个5重塔，对。但是我袂记啊，5重塔有。对啊，所以伊就是变成讲应该是读文音嘛，我是读5顶塔啦。啊，玲珑优美，可能是啥？伊玲珑是敢若你讲碎粒子嘛？敢若毋是碎粒子，碎粒子是咧讲人嘛？啊，你讲玲珑，我看下玲珑，玲珑，就是真有卡味，还是真有气味吼？啥物货？Merino， 直接读玲珑，啊嘛好，玲珑教授咧，玲珑教授是讲古水，直接讲古水，还是柳树。古水柳树，
所以玲珑这两字算古水也溜秋。啊，当然，什么玲珑剔透是讲幼露，迄是重点是咧剔透。即摆是讲优美的五重塔，按密密的像拿探出头，东一楼西一个。我应该是中文迄啥平台楼榭吼，啥物会？就讲京都的足侪建筑物拢敢若差不多真是1,300年前吧，对无？当地国是在按当地国学去的嘛，啊，搁起甲几落座嘛，所以五重塔可能是有至少毋知几座，毋知影，所以你讲东一楼西一格，甲规半的天，甲半个蓝天顶在那细细的几根塔尖上，哦，伊伫火车顶嘛。所以看五重塔迄个方向，就是看到，有可能几落座，哦，甲规半的天吐伫咧迄个尖塔顶缘。按京都到东京之间上大的都市是名古屋，哦，名古屋嘛，名古屋。火车一个过名古屋无偌久，就开始往南边的太平洋海岸伫咧驶，沿路敢若看到碧波无限的海岸，沿路就敢若看到。海上的波浪，碧波无限，应该是讲海印拍上岸的款吧。哦，沿路就敢若看到海印拍岸的海岸线，和海面上的渔船。火车顶的乘客，就拿食这一台海岸出名的鳗鱼便当，拿欣赏正手边窗啊，叫人，互人。心旷神怡的海景，心情乐跳，还是心情舒爽？心旷神怡，心旷神怡，可能是心情乐跳。台湾线顶美术店，直接读文放空主题，心旷神怡。哦，有啦，搁一个松行。松行，张龙教授的。轻松，所以松行轻松，好 ，OK， 松行轻松。哪食便当，哪欣赏舒爽的海景，但是火车一个过，十字乌卡真光，所有乘客的眼光。随去倒手边的富士山，应该是富士山嘛？富士山我袂记，伊富士山嘛，所以随去倒手边窗仔的富士山吸引去，咱咧像即一天，天顶完全无云，晴空万里哦，晴空万里，咱的台语安怎讲？当然我就讲，这放空主杯，晴空万里，怪怪啊！晴空万里，好天甲无半片云，哦，讲晴空万里，一览无遗。爱台语，像这个晴空万里，就敢若晴空万里，这样的读放空主题。咱咧像这一天，天好甲无半片云，看现现，富士山像一位。出浴的美女，啊，这出浴，我这种形容词，当然感觉怪怪。我讲些怪怪的，讲伊硬要用一个形容词去包装，也毋过出浴的美女是啦，我无穿衫，敢若用巾仔包咧安尼。伊讲袂输他打西翼煞的美女。头顶，富士山顶，敢若是毋是几千公尺以上，就是规年通天拢有。无啊，敢若7月8月是热人的时阵，山顶就无雪啊，就拢扬起啊嘛。所以富士山敢若一年敢若开放7月8月这2个月，啊，这2个月伊会使创造
21入票的迄个啥3达啊，所以其他的10个月无开放的时阵，就有听讲每一年拢有一寡人会走去顶悬自我了解啦。啊，所以变成讲，富士山对日本人嘛，真正是一个神圣的存在啦。就讲，安怎讲，真看重，啊嘛真尊敬。啊，当然，日本真已经无啥物，或者原住民有因在地一寡信仰，还是讲，要以在地遐个山水即种自然地景嘛，就敢若较无富士山，敢若嘛无啥物原住民会去主张讲哦，富士山是阮的圣山，恁袂使后袂来，敢若。还是我无看到，我毋知影啦吼。反正就咧讲富士山，伊看到嘛。火车按迄个啥，迄个原地考马，啊，然后经过啥物所在，要往东京去嘛。来到遮就是伫咧顺迄个太平洋嘛。然后本来是正手边的海景，啊，即马变倒手边的富士山，吼。来讲富士山袂输呐，洗浴帅美女，头顶白色的帽啊。头戴雪冠应该就是山顶有积雪嘛吼啊，歹势呈现伫咧大家眼前，赤裸含羞，所以讲是出浴美女。就讲山，因为富士山，可能嘛几公尺以上就无啥物人工的设施啊。遐人工的设施，你若无够近嘛看袂到。可比讲我所知是。伊四周敢总共5条路线，会使上山头的款吧。啊，而且因设计甲好势，就是讲，即个所在敢会使上山。啊，去哩了，敢嘛2、3个所在使上山，啊，2、3个内我袂记得，因为我袂去背记啦，歹势吼。啊，所以就讲赤裸含羞呈现在大家眼前吼。所以就讲伊啥物袂输呐，是咧当洗浴煞的美女，头顶白帽啊，吼啊。褪体，歹势，呈现伫咧大家眼前。当伊头一摆出现伫咧树林迄边的时阵，规个车厢拢发出一阵俄勒的赞叹声，所有的讲话声，甚至呼吸的声音拢停去。耳孔内底敢若听到火车链伫咧搞铁机仔落的声音，真难得哦，真难得，即个。伊中文声真难得啦！啊，台语咱的台语会使怎讲？真难得，真难得，安尼难得咧。当然，真是一个附属嘛吼，啊难得，真罕咧拄着，真罕咧看到，还是啥物货？美女呢是比较上难得。台华山顶历史店嘛是讲罕得安怎？所以因对日本人来讲，较想要就是你要我著遇着富士山规个明现出来互你看，敢若毋是逐工有诶，所以当然有人会去追逐啦。金融教授收一个。可能罕的款，真罕的会使拄着，难得。学伫讨，虚报，学伫看，对吧？难得，所以学甲难得。真正罕得看，所以罕难得，而且是讲稀罕，吼，真稀罕。富士山总算互我看到，我即世人死也无遗憾啦，吼，有真侪人会有即种感受就对。坐伫咧雅神对面的一位头毛喙鬚白的乌里桑，真感动伫咧讲，啊。白发老翁，吼，可能比他头毛喙鬚白。拄伫讲话，就真袂了，伊迄生白喙鬚的下頦去卡手里的拐仔，
扩甲伊的顶下去，咔咔响，哟，咯咯直响。所以这是赞叹的声音，哟，老大人嘛吼，伊讲白发苍苍，哟，白发老王，就是头毛喙鬚白嘛，然后牙拐啊吐手嘛，啊，然后拐啊伊坐咧嘛，所以坐咧迄个拐啊是毋是到，可比讲到腰脚腰遐悬，啊坐落了可能会磕到下海哟，所以扩甲会响，看卖扩甲会响，是毋是安尼？扩甲顶下去伫咧响，哪先去互即个怪奇的行为惊到，就甲咱讲，富士山刷来到即个头毛白苍苍的老大人，想袂到迄个老大人大概是看窗仔外看甲忝啊，也甲咱讲想转来车厢内底，当伊的眼光不其然，含那是的眼光上牛，伊就笑起来，也那是的规身躯真足看，真好咧啊好咧，和声悦色，应该是好咧啊好咧嘛，还是就好咧啊好咧，甲问讲，看起来你是按外地来吼，按台湾来，按台湾来，那是若微微啊笑，那点头，那用生硬的日语。无流利啊，哟，还是无练转。伊讲生硬嘛，毋过我想会到，若语言是无练转嘛。啊，你若姿势姿态，有个人紧张就到地，规身躯就查啊查嘛。所以，张龙教授受生硬这个词，只是我就讲生硬这个词，有当阵啊是毋是无共的语境，无共的情景。伊可能会有无共的，做啥？讲法，硬差对硬差，硬扁扁，有人讲就硬扁扁。所以当然，台湾线顶历史顶有一个硬正、硬扁扁，还是差。毋过即间拢是属于较机体上的、外观上的迄种无自然嘛。毋过伊即摆是伊的话语啊，伊日语无够讲啊。毕竟，咱是去到学校才开哦，伫公学校吼6、7岁以后才开始学的嘛。啊，6、7岁开始学到16、17岁、17、18，互你学10几年，一工你有才了讲偌济日语。迄个时阵，因日本的教育，日本伫台湾的教育，敢若是一工2、3节课的款吧。啊，一礼拜6天的上课内底，敢若上几点钟嘛。毋过一离开教室就无咧讲日语啊。你拄着日本人，可能嘛毋敢甲伊讲啊。所以学生时代，你的日语会使学甲偌好，其实足有限的。有啦，可能伊伫淡水女学的时阵，有日本老师会可能甲伊加讲几句啊。所以迄10年学着偌济日语，1000点钟、5000点钟，我毋知。总是伊就讲嘛，讲用迄个真无练转，甚至连练转都连无练转都无哦。伊无练转是可能青疏尔尔，搁免讲会出。啊，伊讲是生硬的日语，可能是台语咧讲算像啊。一句讲就袂晓学的迄种诶，可能佫比一句讲就袂晓的佫较害啊，佫安那哦，不管，反正就是按台湾来，可能我咧摇啦吼，什么台湾卡啦，什么碗糕嘛，那即几字可能勉强啦，无什么生硬不生硬嘛。以我一个外国人来讲，我若讲台湾卡啦，日本人嘛随知嘛。伊就讲，安尼你是安尼即条海华线的铁轨都是头一届坐吼，嘿啊，伊讲，伊用汉字的或者啥总声词来回答嗨，而且打哈欠的哈啊，迄个做啥？伊因为我迄个伊加一个口字旁，所以是咧讲嗨是无毋对啊，所以当然对迄个啥对日本人来讲，伊听到嗨就是嘛吼。哇，你真好运诶，小姑娘！第一届坐即个海华线铁轨啊，路途，你看到富士山，
你老人哪咧讲，又搁回头去看富士山，喊你遮尔水，遮尔明，你甲看，连一片云都无啦，一片云都没有。所以我就甲伊翻译做连甲一片云都无。当然，你要直接讲连一片云都无，这我感觉阁无够伊即个老大人讲可翻译规世人毋捌看到遮尔明诶，所以用一个加强诶语气，就是连甲一片云都无啦。安尼，老先生，你较早就捌坐过即条铁轨路啊吼？眼神真好现，又搁一寡心肝胆胆咧甲问，啥物才坐过即支铁轨路？我坐过3届啊，3届拢想要看富士山，3届拢无看到。今仔日第4届叫我看到，你甲看，我尔啊水，我尔啊明，我即世人死也无遗憾啊啦！为什么3届拢看袂到富士山啊？眼神游玩，好，真个。中文写讲仍然锲而不舍地问，啊，若对台语来讲，可能是啥？问甲有一家白汤牙晓是安那？我看嘛锲而不舍，还是无放弃，还是，因为当然是生份人嘛吼，啊生份人总是有当阵啊，你若拄着，就想讲啊，也无，反正坐咧遮你也袂使走嘛。啊，袂使走，无就家门归旧啊嘛。啊，家门归旧啊了，有当初有诶人是较袂爱讲问话嘛。啊，有诶人是若拄着有兴趣诶，伊好现就家门归旧安尼。米烂，台湾山顶里实在是米烂，所以它是游玩米烂糜，会使哦米烂糜，够顶诶。米煎糜。张龙教授，米线米烂糜，吼，就是一直要问就对啊。吼，为怎样3届拢看袂到富士山啊？那是游玩米线糜，为怎样啊？小姑娘，真简单啊。头一届经过遮诶时是暗时，当然看袂到。第2届经过遮是拄落雨，嘛看袂到。啊，若第3届经过遮的时阵，富士山是有看到啦，但是敢若看到山骹乌一片，按半山腰以上拢叫云纱咧，看袂到山头，更加看袂到山顶的白雪。到底要读白雪啊，白雪啊，还是这是口口差？因为我就讲富士山，山顶尾溜敢若毋是啥物所在，我就讲伊，我印象中。反正敢若长热的时阵无雪，啊，其他的时间拢有，啊，所以就拢会使看到迄个，所以就讲啊，袂输那滴一顶白帽啊嘛，袂输那一顶白帽啊伫遐滴的嘛，所以就讲白雪。当然雪甲雪是文白音以外，我无确定到底是。要读雪还是雪？我掠无，因即两个音拢有伫咧讲哩。白雪，我即个白雪是好啦，白雪，伊白雪雪、白雪雪、白雪雪，这是形容词啊。即摆咧讲山顶的雪嘛，吼。更加看袂到山顶的白雪，小姑娘，富士山上水的部分就是迄个看伫咧山顶的白雪啊。若无看到迄个看白雪的山顶，也等于是无看到，就等于是若无看到新娘的面膜啊相款啊。但是我总算讲有看到啊，小姑娘，我真快活，我真乐天，真快活。当然，那一般是讲欢喜吧，快活。当然，台语嘛讲快活，毋过快活甲伊中文的快活应该意思无共款。即个词算华大共同词，毋过词共同意思敢若无共通咧。我看下呀，快活，英文教授是安怎讲？当然，一般就讲真欢喜嘛。而且是讲真乐天 ，OK 嘛？
落跳，看我感觉无啥事，落跳 OK 啦，啊当然欢喜嘛。Embry 是讲看我落跳，看我落跳。然后这是啥？快乐、欢喜、跳、幸福、看活、安乐，这是 Maryland 顶悬的讲法，讲中文的快活会使安怎讲？心爽心爽跳，这是台湾线顶字典。看我、心爽、跳，可能这几个词，反正这个老大人就真正真欢喜安尼。迄个头毛喙鬚边的老大人，就一直点头，一直在讲啊，这真正是安怎讲？坐火车坐咧半中途，会使拄到这种较好的代志，这种较好的代志，伊欣赏着嘛啊。头一摆就拄着，无感觉安怎，啊，毋过拄着一个，看到第四届才真正看到遮尔明的迄种乐痛的心情，可能我毋知啦吼，是毋是未来雅信的明日才想到即幕的时阵，才想到哦，当时还是遮尔好的代志，这有当时就是对咱啥，轻轻松松就得到人，敢若袂啥。疼惜还是珍贵、珍惜哟，我毋知。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龙德传》的第2部德的第9章读到第9集啦吼。啊，感谢大家的朋友听我咧遮罔读罔分享啦吼。安尼，时间的关系，先读到遮，感谢收听，谢谢，拜拜，再会。